的心，也亲像在诗班所唱的，全然来向咱的上帝，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愿上帝祝福咱，也开咱的心，开咱的耳孔，来领受着伊的话语。咱做伙来祈祷。阮伫天的平安，搁一摆来到你面前，用你献唱祈祷，也用献唱感谢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伫今早起时的礼拜，通过阮所唱、阮所听、阮所讲、阮所回应的，拢诚做是阮新的祝福甲恩典。帮助阮，也拍开阮的心，拍开阮的耳孔，来领受着你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有一部电影，这个电影伊叫做《脑筋急转弯》。这个电影真趣味，伊是动画，毋是由真人去演的。但是这个动画内面，伊将一个人的头壳内面有带了五种无共款的情绪伫内面，伊将这5种的情绪，诚做是一个拟人化。这个电影内面的主角是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的头壳内面有五种无共款的情绪，一个名叫做乐乐，一个叫做悠悠，一个叫做讨厌，一个叫做惊惊，一个是生气的。伫咱的内心，伫咱的头壳内面，可能嘛常常拢有这5种无共款的情绪在甲咱影响。有时阵咱可能感觉足欢喜的。有时阵咱可能感觉足惊吓的，有时阵有一寡代志，互咱感觉足讨厌的；有时阵有一寡代志，互咱感觉足惊吓的。咱的内心嘛，常常互这个代志所影响。悠悠就是当咱感觉有一寡互足个代志所烦恼、所牵绊，然后迄个悠悠就进入到你的心。有时阵惊惊会来，因为你对某一项代志，你非常的惊吓。你对你所毋知的代志，你会紧张。有时阵可能是迄个生气的情绪会进入到咱的心，只要可能无符合我的期待，这个生气的情绪就想要跳出来。有时阵可能是这个讨厌的情绪，拄着无介意的代志，拄着无介意的人，我就感觉非常的讨厌。但是，迄个欢喜、快乐的情绪，有时阵较少出现。咱常常拢是为着这个代志在影响，直到咱在看代志，直到咱在看物件的想法，拢会受到真侪影响。什么代志会诚做伫咱生命中上大的阻碍？是惊吓吗？是不安吗？是有烦恼吗？也是面对未来，毋知发生什么代志？什么物件会诚做是咱生命中的阻碍？伫咱看过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在相战的这个故事中，非常大壮的人，这个非常大壮的这个叫哥利亚人，来到伫以色列人的面前，然后以色列人看到伊，都毋敢出去和伊相战，因为以色列人非常的惊，毋知要安怎来拍赢着伊。但是最后是大卫出来，大卫这个非利士人讲，你拿刀拿枪来攻击我，但是我是奉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名，就是你所表示以色列军队的上帝来攻击你。当这以色列人在惊吓的时，无人敢出去的时，大卫却讲，我奉主的名来攻击你。大卫知伊通倚靠的是啥？伊知虽梦有阻挡，虽梦有一寡伊毋知要安怎面对的，但是伊会当倚靠的，就是只有这位上帝尔。咱今仔所看的这个故事，当耶稣伊和伊的门徒做伙伫一个所在服侍，耶稣规工伫遐传讲上帝国的信息了后，耶稣邀请伊的门徒做伙坐船到伫花的另外一边。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训练，耶稣互因经验到什么叫做平静风涌的这个大的困难。咱看见伫圣经内面，耶稣常常伫无共款的所在、无共款的时间，互门徒来接受训练，
互门徒来体验到耶稣的能力是啥。但是这届却是一个互因感觉非常惊吓的户外旅行。我印象中，当我阁是囡仔的时，特别是国小，常常逐学期拢有户外教学。前一天一定拢困袂去，因为隔天要出去佚佗啊，足欢喜的。但是这届耶稣的门徒和耶稣要去户外教学，却是互门徒惊到皮皮喘。和咱所想象的要出去旅行是一个真欢喜的心情，无啥同款。但是耶稣要透过这届的旅行，互门徒有无同款的学习，不是互因搁一届看到耶稣的能力是啥，嘛搁一届互因来看因的内心，因所惊吓的是啥，因内心所爱去面对的代志是啥物。其实咱知伫犹太人因的传统、因的文化，因是非常讨厌伫海的所在，也是有水的所在。因为伫以色列因的想法内面，只要有海，只要有水，迄就是魔鬼所住的所在。伊认为人生的苦难、人生的困难，拢是住伫海内面的这魔鬼所产生的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因若是会当卖去海，卖我伫水边，因就袂去。但是，耶稣却叫这门徒坐船，而且是暗时，因爱为这个所在到伫海的另外一边。所以对这个门徒来讲，对这原本是犹太人的门徒来讲，是一个无同款的体会。所以咱今日嘛透过今日经文，搁一届来学习，也搁一届来思考。耶稣可能嘛邀请咱做伙到伫海的迄边，但是咱知要过到伫海的迄边，可能有侪的困难挑战摆咧伫头前，可能有侪咱毋知发生啥物代志摆咧伫头前。但是透过今日圣经，互咱班赞，通知伫即个过程，咱有送通瓦课，咱有送真侪咱上大的帮赞。所以咱先来看，当这大的风影忽然临到的时，惊吓不安也临到。拄咱所看的经文，伊讲，迄天天暗的时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咱过来去迄边的海。”门徒就离开群众，就船甲已经伫船顶的耶稣做伙去。忽然起大风，影破入伫船内，船煞咧互水淹甲满满。咱看见耶稣邀请伊门徒做伙上船，要到去海的另外一边。然后发现一项代志，当船到伫这个加利利湖的一半，忽然间大风影来啊！而且经文讲，这个影破入到伫船的内面，而且这个船内面的水直要到满出来。咱知伫迄个时代的船，绝对毋是咱即马所想象的非常大只的船，一定拢是插头做的，而且一定是无较坚固。所以当耶稣提出这个邀请，门徒回应，和耶稣做伙坐船，但是却拄到这款的代志。我想，若毋是耶稣的要求，若毋是耶稣的邀请，咱拄仔所讲，犹太人非常讨厌伫海，非常讨厌水，而且佫是暗时。我想迄个时阵应该无电火吧？伫迄个船驶伫湖中的时阵，应该无电火。就算点蜡烛，迄个水泼起来，迄个蜡烛应该嘛火去啊。所以咱想象迄个是啥物状况？四周围全部拢是乌暗，只会当听到风咻咻叫，水一直泼起来。咱想象这门徒一定是非常的惊吓。若毋是耶稣要求，我想这门徒绝对无做这项代志。因可能讲耶稣，咱着驶过为边仔行过就好啊，驶过这个海就好啊，为什么爱坐船呢？若毋是耶稣要求，我想因绝对袂安尼做。而且咱会知，耶稣的门徒内面有几个，因原本就是伫讨海的，因就是咧掠鱼仔的。但是咱看经文讲，这个门徒非常的惊吓，代表这个因所拄着的风影，一定是因无看过，而且是超出伊所想象的。原本就有人是咧讨海，所以因对这个海应该是真了解啊。什么时阵天气好，什么时阵会当出去，因应该嘛拢看真济。
但是这个温度较惊吓，代表这个可能是真大的风险，代表伊拢可能无看过嘛，无法度经历过。但是这互咱想到一项代志，咱看见咱侪人嘛拢真介意一项代志，就是维持即摆状况就好。咱大部分的人拢较介意维持即摆状况的生活方式就好，咱拢无介意忽然的变动，咱拢无介意忽然的变动，咱拢较介意照着原本的方式就好。咱举一个较简单的例，有时阵牧师徛伫讲台的时阵，我会当看到全部的人。牧师发现一项代志，大家来做礼拜的时阵。位啊，通常嘛，差不多拢是固定的。忽然间要叫你刷位啊，你感觉个怪怪，我平时拢坐伫遮。咱人拢较介意固定的所在，较介意伫一个固定的环境。忽然间的变动对咱来讲，咱毋知要安怎来去应对。但是实际上，咱发现，咱的人生。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，而且是充满了变化。我想对这个问题来讲，因可能嘛无得想象，因可能就想讲，耶稣和阮做伙去啊，应该是无问题吧？耶稣邀请咱这个问题做伙到伫岸的另外一边，应该是非常平常的代志啊。我原本嘛是讨海的人啊，这个海我嘛非常的了解，应该是不要紧。但是却无想到，拄到是因将来可能无看过的风景。但是这嘛是咱每一个人的心态，做人的心态。咱拢无介意有一个变动，咱拢无介意忽然间的改变。所以，当咱的生命、咱的人生有时阵嘛，可能会拄到有风险的时刻，可能会拄到有困难的时刻。但是通常咱拄到第一项代志。咱内心的惊吓，咱内心的不安，也做伙来到。但是咱继续来看，当温度非常着惊，当温度伫遐大声喊话的时，耶稣却安稳自在。耶稣却安稳自在。咱拄所看的经文，伊讲耶稣伫船尾靠伫枕头伫困。温度家叫醒讲，老师，咱要无命，你无要紧哦。我拄仔讲，伫迄个海顶面，可能无电火，而且迄个风影非常的大。除了咱会当想象，因可能看袂到边仔以外，咱嘛会当想象，伫船顶12个查甫人伫遐大声喊话，伫迄个海顶面12个查甫人伫遐大声喊话。救人哦！耶稣救人哦！哇！你想象12个查某伫遐大声喊，但是经文讲，耶稣却伫船尾，伫遐安稳的伫遐困去。咱先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耶稣伊哪有法度困，哪有法度伫遐好好啊困？迄个风影较大呢？迄个风影较大呢？有人讲，敢是因为12个温度无枕头，耶稣有枕头，所以困了较好。我想应该毋是啦，应该毋是这个温度无枕头。咱想看卖，为什么耶稣会当伫遐非常安稳伫遐困？我想除了耶稣伊知有能力通平静这个风影以外，另外一个我想这是耶稣要互这个温度学习的一个功课。我想这是耶稣要互温度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拄仔所讲，这个温度有一寡是非常老练的讨海的人，这是因过去生活的所在。但是即马伫这个海顶面，就算耶稣伊经过真侪的辛苦，但是伫即马坐船的时，耶稣绝对袂是一个驶船的。伫即马，耶稣伫人眼中却是一个木匠。咱知耶稣的老爸原本就是做这个行业的，所以伫这温度因所想象的，耶稣你驶船，这阮来驶就好哦。
耶稣，阮原本就讨海人哦，这洗船，阮内行的哦，阮来洗就好。啊，耶稣你就伫边仔休困就好。所以我想，耶稣应该嘛真安稳啊，就想讲啊，才互温度来处理，所以耶稣嘛通伫遐困。但是伫这个背后，我想耶稣嘛要互温度有学习的机会。学习着啥？温度因家己的自信，温度因对家己的瓦克，反倒转互耶稣困去啊。温度因家己对家己的自信，因对家己的瓦克，颠倒互耶稣困去啊。有时阵咱可能嘛像这个温度共款，要怨耶稣，要怨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来拢无听我的祈求。上帝啊，耶稣啊，你敢是困去啊？你为啥拢无听到？但是，互耶稣困去的，有可能是因为家己过分的骄傲，因为家己过分的自信，颠倒互耶稣困去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互耶稣困去啊？有时阵咱拄着咱无法度所想象。或者系风险，也是困难，特别伫咱人生的过程，有时阵咱会亲像遮个温度一样，想要靠家己去掌握一切，想要靠家己去解决一切代志。反正只要会当家己掌握的，我着靠家己的经验就好啊。因为我过去就是安尼做啊。只要我当甲失去控制，无法度啊。我才阁请耶稣来帮咱。我想这温度的心态可能嘛是这耶稣你直直啊困，阮是我原本就足够使船的哦，我原本就是讨海的，耶稣阮来，耶稣阮来。但却袂想到最后，互耶稣困去的，可能是因。有时阵伫咱的生命，咱可能嘛互耶稣困去啊，因为咱认为咱家己会使，咱认为咱家己靠家己的气力就好啊，靠家己的经验就好啊。我真正无法度，耶稣，才请你来，耶稣，我才请你来斗相共。有时阵，咱可能这嘛是咱生命的境遇啊。咱看见温度，因为因惊吓，真正非常的着惊，因才搁一摆看到因生命的软弱是啥物，因才搁一摆看到因生命不足的代志是啥，互因知，就算是家己上有把握的代志，嘛是爱倚靠上帝。就算咱非常有把握，就算咱搁较有经验，咱犹原嘛是爱倚靠上帝。咱犹原嘛是爱常常向上帝来祈祷，向上帝来伫伊遐来得到气力，得到勇气，来面对伫咱生命生活中的每一项代志。这是互咱信仰学习上大的功课啊！耶稣为啥会当非常平静安稳？因为在伊通倚靠的是啥？这嘛，互咱学习，无论伫任何的环境，咱拢爱求上帝来带领咱，真做咱生命上大的帮衬。有一条诗歌叫做《我心灵得到安宁》，其实就是伫咱圣诗非常熟的一条歌，叫做《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见》。只是伫其他的教派，也是伫其他的诗歌本，大部分是翻译国语翻做《我心灵得到安宁》。这条歌写这条歌的作者，伊叫做哈瑞修斯比夫。其实这条歌有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。这个写歌的人，伊原本是伫美国。伊是一个非常好业的人，伊有侪的财产，但是当有一摆，伊面对着伊的这个事业有一寡危机爱去处理的时，伊将伊的太太甲伊4个查某囝，伊要搬厝到另外一个所在，所以伊先将伊的太太甲伊4个查某囝。先互因坐船，要送因到英国的所在。伊先留伫美国，先将遮个代志处理了，伊才要过去。但是无拄好，
当伊的太太和伊4个查某囝坐迄个船要到伫英国的路程，这个船却拄着船难，这个船却沉落去。船顶面几啊百人因为安尼丧失伊的性命，嘛包括着这个作家伊的4个查某囝。最后只有伊的太太活落来。当伊的太太活落来，到伫英国的时，已经发一个电报，发互这个写歌的人。伊伫这个电报的英文第一句就讲：只有我一个人活落来，其他4个查某囝拢丧失掉伊的性命。当这个人伊所听到这个消息，伊内心非常的艰苦。伊毋知哪会拄着这款的代志。伊原本认为可能到伫英国会当有一个新的生活，但是却无想到，伫这个半路的时，伊丧失掉伊4个查某囝。然后，伊就赶紧嘛要坐船到伫英国来处理遮后面的代志。然后伊坐船坐到一半，到伫迄个发生灾难的迄个地点，伊内心非常的艰苦。但是伫迄个时，伊的内心就产生了这个歌词，上帝甲感动、甲安慰，就产生了这个有时咱经过美丽、清净、好见的歌词，咱非常的熟。但是咱搁一摆来看这个歌词的时，听到这个故事，你就知，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一个人，伊真正经历人生的大风影，伊丧失伊的4个查某囝，丧失一切。但是伊愿讲，有时经过美丽清净好见、树木青翠的路边，有时拄着大游纹流目屎，若经过大风影的苦海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靠主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伊的人生真正拄着一个大风影，互伊所有的拢无去啊。但是伫这个过程，伊较知。伊性命确实软弱，伊较知伊人生通倚靠的毋是家己，伊通所倚靠的只有上帝。所以以后当咱唱这条歌的时阵，咱就知这是一人伊非常深刻的信仰的告别。当咱每一摆唱这条歌的时阵，嘛搁一摆咱甲上帝搁一摆确认咱和伊的关系。主啊，我知有你，我免烦恼。我心平安。保罗先生伫腓立比书第4章13节嘛讲：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靠着赐我能力的基督，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无论看你什么款的环境、顺境、逆境，因为上帝赐予咱气力，互咱伫无同款的环境。拢会当得到伊的帮助，也通倚靠伊得到平安。最后，咱看耶稣，伊将风影，互伊平静落来，也有温度对信心来经历着平安。咱拄所看的经文，伊煞咧讲，耶稣起来，即避风，佮命令应讲静落去，定落来，风点去，乌就静静静。耶稣对门徒讲：恁哪遐尼惊？恁也无信心是无？互门徒喊你惊吓，无平安的，就亲像咱拄仔所讲的，这是家己伤有信心嘛？兼因无想要倚靠耶稣，甚至是这个门徒可能真正无较认捌耶稣。咱拄仔讲伫这个耶稣要带门徒来做伙坐船到伫花莲外一边一进前。耶稣已经讲了非常多上帝国的信息，这门徒嘛看过耶稣的医治，看过耶稣赶鬼，看过耶稣侪能力。但是在这个时刻，这门徒看起来，敢若嘛阁毋啥了解耶稣到底是啥呢？就算因一直对着耶稣边啊，叫做是耶稣的门徒，但是这个人亲像嘛是无认捌耶稣，甚至也是认为靠家己上好。今日耶稣嘛在问咱，恁的信心伫叨落？
今仔耶稣嘛同款在问咱的信心伫啥物所在？咱将咱的信心放落伫啥物所在？我想，信心是啥物？第一，信心是相信上帝伊永远掌权。信心是相信上帝伊是永远掌权的上帝。诗篇29篇第10讲，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，上主赐快乐予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予伊的子民。咱信心是啥？相信上帝永远掌权，伫咧大水顶面，上帝永远做王，赐平安予伊的百姓。信心是啥物？信心是相信上帝绝对袂放杀咱，上帝一定会甲咱三角地地。当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阵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8节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我要对爸求，伊要赐你另外一个安慰者，通甲你永远同在，因为伊甲你同在，会继续伫恁内面。我袂放恁做孤儿，我会倒转来恁遮。”信心是相信上帝永远甲咱伫地，伊是咱的安慰者、咱的帮助者、咱的鼓励者，是赏赐咱快乐的迄位上帝。信心是啥物？信心嘛是相信上帝有伊美好的应允。信心嘛是相信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应允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耶稣嘛咧讲：“我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。伫世间恁有苦难，毋过着勇敢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”耶稣讲：伫这个世间有苦难、有挑战、有大风险，但是耶稣讲爱勇敢，因为耶稣已经赢过这个世间。这耶稣互咱一个真美好的应允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确信。我想信心对咱与上帝的关系，当咱的性命若有耶稣，咱就有伊的保守甲同在。这嘛是为惊吓不安、惊平安上重要的一个秘诀。腓立比书第4章17节，保罗先生嘛咧讲，安尼。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伊讲上帝要赐予咱的平安是超出咱所想象的，是咱无法度所理解的。伫咱需要的时，平安就起来；当咱信靠伊的时，当咱愿意搁较深和伊建立关系的时，就将迄个咱想袂到的平安肯定伫咱的内心。正对一个相信耶稣的人，嘛表示咱得到会当一个信任而且交托的一个对象。当咱相信耶稣，当咱愿意将耶稣放伫咱的生命的时，也表示咱找到一个会当完全信任甲交托一切的对象。莫忘记这一项代志，虽往门徒伫遐惊吓。但是耶稣永远伫遐，虽往门徒伫遐大声喊话，耶稣永远伫遐。虽往伫你的生命有大风险，但是耶稣永远伫遐。耶稣讲，互咱到伫花的迄边吧。华语的圣经讲，让我们渡到那边吧。渡这个字。伫原文嘛包含非常重要两个意思，不只是经过，也是要过去一个所在尔，伊嘛包含突破的意思伫内面。耶稣邀请咱每一个人，嘛和伊做伙经历着生命的突破，才着信心会当来迎接咱生命中大的风险。也伫无同款的风景中来熟悉伊的奇妙的作为。耶稣不断地邀请咱，今日耶稣嘛在对你讲，邀请你做伙到伫花的迄边吧。耶稣今日要邀请你做伙到伫花的迄边吧。
今日是主日，嘛会当算是一礼拜的头一日。当咱每一届过一礼拜，来到伫教会，就亲像要开始一个新的礼拜。新的一个礼拜，到伫后一个主日，伫咱的社会、伫咱的生活、伫咱的家庭，也亲像伫渡船共款，也亲像伫坐船共款。为这个礼拜经历到伫后一个礼拜，但我想伫这个过程，伫每一个生活的时刻，咱爱记得耶稣永远伫地，耶稣的平安、耶稣的快乐，永远甲你相甲伫地。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，真正伫迄个惊吓、伫迄个不安中，佫一摆经历到耶稣带予你的平安。这是咱做伙来唱圣诗613首，就是咱拄仔所看到迄条诗歌，叫做《有时咱经过美丽的清净》。